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咧上任以嚟一路咧都係備受關注嘅新聞人物。嗱，最近咧響日本國會嘅一番言論咧，又一次將佢自己，甚至咧係將成個日本國家咧都推上國際新聞嘅焦點。嗱，而呢一番言論，我個人認為咧係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甚至係亞洲其他國家嘅朋友咧都要提高警惕㗎。嗱，我哋今集由呢一番嘅説話咧開始話題㗎。大家好，我係就是敢言吳志龍，感謝大家繼續支持時事咁講。我哋今日咧將焦點擺喺兩岸問題，但其實兩岸問題同日本咧係冇直接關係嘅。但係高市早苗日前竟然咧響日本國會公開表示，如果咧台灣有事咧，就會定義為咧係存亡危急嘅事態，日本咧亦都可以咧行使自衛權，亦即係咧主動使用武力。嗱，呢一番言論咧又一次令佢成為咧國際新聞焦點人物啦。日本咧係二次世界大戰嘅罪魁禍首之一，曾經嚴重傷害包括中國在內亞洲多個國家。高市早苗咧作為日本嘅國家領袖，發表咁樣嘅言論，唔單止係對中國內政嘅粗暴干涉，更加咧係對歷史正義嘅公然踐踏，對地區和平咧作出嚴重嘅挑釁。嗱，日本現任嘅首相發表咁樣嘅言論，而且係得到咧日本部分政客咧公開支持，表明呢個國家咧係嚴重缺乏咧正確嘅歷史認知嘅，同時咧亦都見到佢哋係冇放棄到咧軍事擴張嘅危險野心。我哋成日話歷史係最好嘅教科書，日本喺1895年通過馬關條約咧強佔台灣，實施長達50年嘅殖民統治，對台灣傷害咧非常深遠。嗱，1945年中國根據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等國際法律檔案收翻台灣。台灣從此同日本咧係一刀兩斷，喺政治上、法理上咧都再冇關係啦。嗱，如果一定要講有關係嘅，都只係剩翻咧歷史上加害者同受害者嘅關係。兩岸事務係中國內部事務，如果日本企圖干預，係咪等同咧再一次對中國宣戰呢？呢個問題咧值得國際社會咧高度關注㗎。好明顯，日本雖然係侵略者，但從來咧冇真正面對歷史。歷任首相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試圖咧以歷史虛無主義咧掩蓋咧戰爭嘅罪責。現任首相高市早苗同樣係拒絕咧正視歷史嘅，甚至顛倒黑白，將日本咧加害者嘅身份偽裝成為咧受害者，借口中國威脅論咧作為日本咧軍事介入台海關係嘅借口。嗱，公開表明日本自己嘅野心，可謂咧係對人類歷史嘅公然背叛。曾經受害嘅亞洲人民咧一定要提高警惕㗎。事實上，日本民眾亦都要警惕呢件事，因為咧和平來之不易，戰爭嘅傷痛咧對普羅百姓嚟講係刻骨銘心㗎。今年係二戰終結勝利80週年，中日兩國可以擺低仇恨，保持和平發展嘅局面，全靠咧銘記歷史嘅教訓，同埋咧嚴格遵守咧和平憲法。高市早苗嘅言論咧，似乎係突破咧歷來日本內閣嘅謹慎立場嘅，直接表明將會主動咧介入台海衝突嘅意願，公然違背咧日本和平憲法專守防衛嘅原則，講明咧以高市早苗為首嘅內閣刻意遺忘咧戰爭災害咧對人類嘅創傷。難怪日本國內咧亦都有輿論批評呢個首相，認為佢個人嘅輕率言論咧可能讓日本咧再一次咧捲入戰爭，直接影響國家嘅歷史，又一次陷入咧歷史嘅陷阱㗎。台灣咧係中國領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呢個係國際社會公認嘅一個事實，亦都係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咧確定嘅中日關係政治基礎之一。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事關咧中國核心利益同埋民族嘅尊嚴，任何嘅外部勢力咧都係冇權干預㗎。高市早苗點解要公開插手台海嘅事務咧？好大原因係為咗咧配合美國咧印太戰略嘅。一方面咧向特朗普咧表示忠心，另外一方面咧為日本咧擴充軍備係尋找藉口嘅。嗱，呢種行徑咧其實嚴重損壞咗咧中日關係，更加咧加劇咗咧地區嘅緊張局勢。當然啦，亦都會令到咧台灣內部嘅台獨分子以為咧係有新嘅機會，令到兩岸問題咧容易出現誤判嘅。中國政府咧同埋中國人民咧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嘅立場咧係堅定不移嘅，但係咧絕對唔容許咧任何人、任何勢力用任何嘅方法咧將台灣從中國咧分裂出去。嗱，針對高市早苗嘅錯誤言論，中國外交部咧已經提出嚴正嘅交涉，充分表明咗咧我哋捍衛國家主權同埋領土完整嘅堅定決心。歷史係唔容許篡改主權，唔容許侵犯和平，更加係唔容許挑釁㗎。日本政客咧如果執意咧無視歷史，挑戰咧中國同埋歷史嘅底線，後果將會非常嚴重。嗱，事實上，中國人民咧對日本嘅侵略歷史咧有深刻嘅記憶。高市早苗嘅言論咧已經激發咗咧中國民間強烈嘅反應，就連台灣網紅陳之漢咧
亦都係咧公開表示嗱，如果咧只係兩岸之間嘅衝突，大陸係願意咧顧念同胞之情，可以咧輕輕解決、和平處理嘅。但係如果咧台灣領導人選擇同日本企埋一齊，咁就會將內部問題變成咧敵我嘅矛盾，屆時咧呢個後果係台灣唔能夠承受嘅。今日嘅分享咧先到呢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